來看行政院今年度的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無閣請教師組織、家長團體、佮校長團體代表，所以今仔有教師團體就行政院講，因拍破20年來的慣例，破壞民主參與的機制，想要刪滅掉社會各界監督教育預算哦。因是要求講，行政院就愛馬上來恢復原本的制度。學校內底，無論是教學設備、教師的零事費、行政的支出，也是偏鄉的資源等等，攏是教育經費的項目。各級政府攏愛照教育經費編列甲管理法來編經費。因過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都會請老師、家長、甲校長等等的代表來確保教育預算的分配是毋是有符合教育現場的需要。不過民團指出，行政院今年度所拍破20多年的慣例，無要閣請外部的代表，民團就驚欠缺監督的機制。行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重要性非常的重大，因為就是在每一年籌編次年政府預算的時候，到底教育經費要佔多少錢，是由這個委員會決定的。多元的迄個政治內底應該要聽無同款的聲音，特別是阮代表所有現場的老師，阮絕對比遐學者專家對教育的問題足了解。民團表示，推動任何的教育政策，一定攏需要經費的資源，所以佇教育現場第一線利害關係人的意見甲監督非常重要。校長是校務的領航者，所以他對於校務發展的策略還有資源缺口的盤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們的老師同仁，他身居教學的第一線，他非常清楚什麼樣的教學設備、什麼樣子的活動課程的經費是能真正有幫助於學生學習那個成效的提升。民團呼籲行政院甲教育部要趕緊恢復，讓教育現場的代表參與討論的機制，教育經費的編列才通公開透明。記者郭友基、林曉凱台北報道。